展现所谓软体学校5G 科技成果的嘉义县头一届所谓内容加教学软体应用展览会，14即天伫咧嘉义县举办。展览的内容有所谓教学课程、比赛加体验活动，要互这嘉义县的老师甲学生呢有无共款的教育学习体验。学生囡仔合作来进行机器人的比赛，边的舞台顶，阁有学生用拍电筒过关的方式来回答生活教育的问题。14伫嘉义县举办第一届所谓教学软体的展览，让老师甲囡仔会当来体验无共学校推出的所谓教育内容。它结合了游乐跟一些程式，让我们从中获得知识，又可以玩乐。咱嘉义县有真侪偏乡的学校，囡仔嘛会当透过网络爱伫学的时阵呢，嘛会当互因有各种丰富的资源安尼。除了展现学校推出所谓教学的成果，嘉义县政府嘛甲有大数据的所谓教学平台来合作，希望透过平台累积的内容，让老师的课程也是囡仔的学习会当更加多元。现场有操作，现场讲过，伊印象会更加清楚。也是希望讲是这种活动会当激发囡仔更加多无同款的思维。老师的部分，或者在补习班啊各方面取得资源比较多，相对的我们偏乡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资源，所以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化的部分来学习。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可以整个一定，也可以解决偏乡的老师的不足的部分。所谓教学方便学生自主学习，不过也是需要老师指导，透过展览大家互相交流所谓工具的应用，目的都是为着使囡仔学习的兴趣，增加学习的效果。记者李慧婷，嘉义报道。